能体会健康或和平的真谛。因为人们若不能停止屠杀动物，那么他们就会互相残杀。的确，播下谋杀及痛苦的种子的人是不能可收成快乐及爱心的果实的。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必是定理的发现者。西方的素食主义之父02，我的朋友们，不要让罪恶的食物玷污你们的身体。只有畜生才用肉来满足自己的胃口，甚至不是所有的畜生都这样呀。牛、马、羊等都吃草为生。毕达哥拉斯，西方的素食主义之父03，我对人权和动物权益一样重视，这也应是全体人类该有的共识。林肯 Abraham Lincoln 美国总统04禁绝肉食就是远离罪恶，重舍纯真。塞尼加 Seneca 著名文学家05，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吃素，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人类会以他们现在看待人类互相残杀的心态来看待谋杀动物的行为。达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06不要使你自己的胃成为动物的坟场。一位回教先知悉人类谋生的方法进步之后，才知道吃植物。中国是文化很老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多是吃植物。至于野蛮人多是吃动物。孙中山中国国父把我想到就觉得很震惊，到底是什么样的欲望让人类开始吃死尸肉？又是什么样的动机造成人类非要用动物的肉来养肥自己不可？想想看，不久之前你还听到这些动物哀嚎咆哮跺不定，看到它们注视着你。布鲁达克 Plutarch 希腊哲学家09，吃素的行为应该会赋予那些一心想要将天国带到地上的人很大的喜悦，因为吃素象征了人类对完美道德的渴望是很真切的。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俄国文豪使人类已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种蔬菜水果。之所以吃肉，可不是因为有的需要，而是虚荣心的作虫，加上吃腻了这些蔬果，于是开始吃一些不纯净又不方便的食物，买一些活生生被宰杀的动物来证明自己比那些野兽更残忍。布鲁达库 Plutarch 希腊哲学家一个国家伟不伟大，道德水准高不高，可以从他对待动物的方式评断出来。甘地 Mahatma Gandhi 印度国父我常怀疑是什么样的感觉、想法和理由，让第一个人开始用鲜血污染了自己的嘴，容许自己的唇触碰到那些被谋杀的动物的肉，在餐桌上堆满了动物的尸体。
还说那些刚刚还活蹦乱跳、有意识、有声音的动物是停日谈中孙。布鲁达特 Plutarch